来关心政治消息，国造畅水南海鲲号要11月交会是无啥可能。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，台船若违约会逐工罚19万。另外，海军幕僚机构大气海洋局的局长洪亚康讲，伊违法收集汉光机密，预算报假效，目前国防部等咧调查。先请海军进行相关的行政调查，希望他们本于无枉无纵的这个精神，迅速的完成行政调查。对收集海洋甲气象资料，海军幕僚機構大氣海洋局局長謝林上校，被野處違法收集漢光機密副部副船長，國防部長郭立雄表示已經在調查。另外，還有可能無法度預期在11月交艦的海鲲號，郭立雄透露，台船若違約，會每工開罰19萬。每日計劃，應該是我的理解，應該是19萬。有上限。就是建造款的20%，将近40億。民進黨議會質疑當初國南構造排定5年外交艦的時間是不是太過樂觀？郭立雄承認無考慮咱的國情，諜造裝裝備都有困難才延前。如果是研制的話，以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的話，大概都要耗時7年到甚至有高達16年。我們怎麼會有勇氣？就是5年多我們就要交建了。建造的時程的安排上面沒有去理解現實上面，事實上會面臨很多困難，尤其是我們的國情所面臨的一些裝備上的籌獲啦，或者是一些原廠機械人員來安排啊，是不是卡車的？或者甚至是巴士並聯用在戰車上面，這是什麼樣的主機？是潛艦用的嗎？是船艦用的嗎？對，這個是船艦用的主機。當初是因為這個輸出許可的問題，我們沒辦法獲得比較大功率的主機，所以才會用數量比較多的功率比較小的主機。郭立雄強調，這個相關技術無問題，需要給一寡時間來調整，伊還有信心。另外，國防部的報告當中指出，目前已用3擺鋪航測器，為後續佔航測器安全。這賣重點是測驗主機加電力管理系統，也個整合式載台管理系統，希望加速完成相關的整備。記者綜合報道。